咱来看台中的南屯白鸭洞街二段拜二暗，讲有大学生通报讲有动物去互车咬死，了确定是石虎。伫咧同一天，伫咧苗栗通宵，嘛传出讲有一只石虎死亡，这嘛是苗栗今年第10件石虎互车咬死的事件。一发现车道顶悬有动物互人弄死，一个大学生赶紧倒来警示后壁的车。18下暗，这个大学生伫台中市南屯区白鸭溪附近的车路发现有动物互人弄死，赶紧通报处理。新界队先界带登去了后，发现那像是石虎，随通报农业局，若农业局确定是石虎，交予专家来处理。立即请台湾石虎保育协会前往清洁队确认，经专家判断为石虎而非家猫尸体，后续将送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处理。发现的地点是伫白鸭溪附近，这个水源甲是不适合动物生存。这件也比去年9月伫乌日区发现的弄死石虎案件离市区搁较近，附近就是中卫区。专家表示，这只石虎也搁咧发育，那像是探落草找一个过程拄着意外。虽然最近白鸭溪周围石虎族群发展稳定，不过当地常常有人甲车来来去去，石虎拄着危险的机会嘛增加。发子溪的就是往外的地方，其实都已经是很多人活动，或者是有住家的地方，可能是道路工程或是其他的工程，然后其实都会在河床地会有一些干扰，这样本来不错的基地，然后就会被破坏。目前看起来，法子溪应该是石虎可以利用的基地，但是基地状况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稳定。苗栗通宵18嘛传出有石虎互车弄死，这是今年苗栗县第10件石虎互车弄死的事件。苗栗县府表示会会勘讨论改善相关的保护措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